弟兄姊妹平安，今日要幫大家分享嘅題目叫做非肉眼看見上帝與相信上帝。因認為要用眼睇見上帝，先至願意嚟到相信有上帝嘅存在。你點睇呢件事呢？人係因為有眼先至可以睇得見，或者係因為上帝要俾我哋睇得見先至有眼呢？我相信係後者，能夠睇得見已經係上帝嘅作為，係佢嘅恩典，而非我哋要睇得見先至確信有上帝嘅存在。我更相信人能夠睇見係有更深嘅含義。人雖然有眼去睇，但係仍然有好多事物都仲係睇唔見嘅。我哋人嘅眼係非常憐憫嘅器官。太細嘅嘢我哋睇唔到，太遠嘅嘢我哋睇唔清，太近嘅嘢我哋又冇辦法睇。其實真實嘅睇見唔係用眼去睇嘅，真實嘅睇見係要用心去睇嘅。例如愛呢一件事係需要用心去體會、去領略，先至能夠睇得見。美麗好靚，係要用我哋嘅感覺去睇見，先至會有更美嘅體會。相信係需要以單純去交託，先至有講不出嘅確據。眼睛與睇見連喺一齊，係上帝一般嘅作為。唔用眼亦都可以睇得見，係上帝嘅救贖恩典。人一定要用眼睇見上帝，先至能夠相信嗎？聖經裏邊講到，有一個本來生落嚟就係盲眼嘅人，當佢俾耶穌醫治好之後，佢講：從前我係瞎眼嘅，如今能夠看見了。讓我哋亦俾耶穌嚟到醫治我哋屬靈嘅眼，讓我哋能夠睇得見屬神嘅嘢。因為人擁有嘅眼睇得見、睇得清楚係屬人嘅事情，只有擁有神嘅眼，先至讓我哋睇得見、睇得清楚屬神嘅嘢。上帝嘅本質係靈，人嘅肉眼只能夠睇見物質世界，而上帝係創造宇宙萬物嘅靈體，冇血肉形體，因此我哋唔能夠用肉眼直接睇見神。我哋要喺心中畫出上帝嘅形象。一個男仔佢正在畫上帝嘅畫像，咁旁邊就有人笑佢講：你係肯定畫唔出嚟嘅，因為從來就冇人知道上帝究竟係生成乜嘢樣㗎。咁呢個男孩佢堅定嘅講：等我畫完，你就會知道。我哋可能會諗下，上帝究竟係點樣嘅呢？上帝係善良嘅嗎？上帝係親切嘅嗎？上帝在乎我哋嗎？答案都在耶穌俾腓力嘅答覆當中。腓力對耶穌講：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耶穌回答腓力話：腓力，我與你哋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嗎？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好多人問上帝究竟係點樣嘅呢？聖經話我哋知，從來就冇人見過神，但耶穌嚟到世界，佢把神嘅樣活出嚟俾我哋睇。咁我哋想真正認識上帝呢，我哋就需要睇耶穌。耶穌佢點講話？耶穌佢點愛人？耶穌佢點饒恕人？耶穌點行神蹟？耶穌就係嗰位讓我哋真實睇見上帝嘅獨生子。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嘅獨生子將佢表明出嚟。如果你真係渴望嘅能夠睇見上帝，你就要認真嘅閱讀新約聖經嘅4福音書，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同埋約翰福音，而且要仔仔細細嘅思想耶穌嘅一言一行。我哋一面閱讀，一面喺心中畫出上帝嘅形象。喺認真嘅閱讀、細細嘅思想過程當中，你將會對上帝有更深嘅認識。當你閱讀耶穌嘅事蹟嘅時候，你嘅心就會極度嘅興奮。即使你唔可能或者仲唔認識佢，但耶穌基督就係嗰位你一生都在尋找嘅上帝。我哋可以從細微嘅小事還原事件嘅真相。當主耶穌復活嘅嗰一日，有兩位前往以馬忤斯嘅門徒。起初佢哋唔見前面嘅路，佢哋並非唔認得路，佢哋並非唔清楚點樣去，因為從耶路撒冷到以馬忤斯嘅一條路，佢哋已經行過好多次，已經係非常嘅熟悉。但係喺佢哋嘅心裏，佢哋依然非常茫然。點解呢？因為佢哋一心想嘅就係佢哋曾經跟隨嘅主耶穌基督已經死啦。咁耶穌領導嘅福音運動被鎮壓、被禁止，咁佢哋嘅希望完全破滅了。聖經話佢哋嘅眼睛係迷糊嘅，而且佢哋臉上帶着愁容。佢哋兩個彼此嚟到談論所遇見嘅呢一切事。咁佢當時睇到嘅耶穌，佢哋認為嘅耶穌只不過係一個先知。耶穌講話行事雖然大有能力，但佢卻俾祭司長同埋官府捉去，並且定佢死罪，而釘在十字架上，而且死開埋葬。雖然有幾個婦女同佢哋講佢哋知耶穌已經復活咗啦，但係佢哋卻依然唔信，或者將如將信，就按照耶穌嘅話講，佢哋嘅信心太遲鈍啦。而有好多時候，我哋豈不是好似佢哋一樣嗎？好像我哋嘅信心，我哋睇嘢都只係從人嘅角度，只睇到表面，只睇到眼前，只睇到失敗，只睇到惡劣嘅環境同埋未來嘅生活嘅嗰種艱難。我哋唔相信，使我哋自動排除咗一啲可能性，一啲我哋認為根本唔可能發生嘅事情。相信你有睇過一啲偵探小說或者電影，偵探講到偵探嘅，咁嗰啲出名嘅偵探，佢哋與普通人嘅差別係因為佢哋可以從好微小嘅細微嘅小事被人忽略，甚至被人否定嘅可能性當中嚟到建立聯繫與相關性，而從而還原事件嘅真相。咁在人睇起嚟，這是不能嘅，在神凡事都能。聖經話，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實底，係未見之事嘅確據。當我哋要尋求上帝，上帝要我哋行佢所走嘅道路時，我哋亦都有呢一種探索嘅精神。我哋冇俾眼見嘅事情所迷惑，唔好輕易嘅放棄所謂唔可能嘅可能性。以上帝從聖經當中話我哋知道嘅原則作為指導，我哋需要堅守住對上帝嘅信心，同埋對佢嘅應許俾我哋嘅盼望。人認為絕對唔可能嘅，但係卻合乎聖經原則嘅事情，唔單係可能嘅，而且往往係事情嘅真相，並告訴我哋上帝要我哋走嘅路。因為喺上帝裏邊冇乜事係唔可能發生嘅。主耶穌曾經話，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將英文講 With man this is impossible,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咁耶穌復活喺人睇起嚟絕對係唔可能嘅，但係對上帝嚟講，在神凡事都能。對上帝嚟講，在佢冇難成嘅事。事實上，千千萬萬在人睇起嚟唔可能發生嘅事，已經喺歷史上俾許許多多嘅人嚟到經歷過並驗證過。如果我哋願意嘅話，如果我哋嘅信唔係咁遲鈍嘅話，我哋可以驗證到真相，經歷真理俾我哋嘅驗證。我哋睇見上帝要我哋所行嘅路。當我哋面對挑戰與困難或尋求上帝道路嘅時候，關鍵嘅問題係我哋嘅信太遲鈍了。我哋唔願意相信上帝嘅話語同埋應許，我哋唔願意相信我哋眼睛未睇見嘅確據，我哋唔願意探索嗰啲世人不斷講我哋知係唔可能發生嘅事，我哋更加唔願意相信上帝依然在掌權，即使係最艱難嘅時候，上帝佢冇放棄我哋。我哋要堅信上帝，在佢裏邊冇難成嘅事。其實聖經真理係可以迎接驗證嘅，亦已經俾許許多人嚟到驗證。呢個就係見證嘅意思。在聖經所講嘅許許多人嘅見證，如同雲彩嚟到圍繞着我哋嘅見證人所見證嘅一切。呢個就係點解主耶穌從摩西與先知起，凡經上所指着自己嘅話，都為呢兩個門徒嚟到講解明白。主耶穌把呢兩個人帶返舊約聖經，在當時佢哋讀嘅聖經，讓佢哋從救恩歷史上嚟到睇到上帝係幾咁嘅信實，係幾咁嘅可靠。上帝一直喺見證緊佢自己嘅大能與奇妙嘅作為，並且引導與拯救所有信靠佢嘅人。主耶穌提醒呢兩個門徒，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佢嘅榮耀，豈不是應當得嗎？因為基督為咗人類救恩，佢必須要受死、受害而死，然後佢從死裏復活，並進入榮耀當中。呢個亦正係舊約聖經一直預言。當時主耶穌要佢哋，今日亦教導我哋，當根據佢哋已經知道嘅上帝話語嘅真實同埋應許，我哋唔求表面，唔聽從其他人，特別嗰啲唔信上帝嘅人灌輸俾我哋嘅嗰個方法同埋方式，而係我哋需要堅信在上帝絕對冇佢難成嘅事。當我哋相信聖經裏面所講嘅，我哋細細嘅去查考，就好似偵探將咁嘅細察，咁我哋就能夠還原成件事件嘅真相。咁世人將掩蓋，唔想讓我哋睇到嘅真相，上帝向我哋揭示。所以弟兄姊妹啊，喺我哋對生活、對未來、對人生迷茫嘅時候，我哋懇求主嘅聖靈嚟到感動我哋，讓我哋能夠繼續信靠上帝。當我哋遇到困難或者挑戰嘅時候，懇求神賜俾我哋信心。信就係那所望之時嘅實底，係未見之時嘅確據。堅信上帝佢凡事都能，並求上帝賜俾我哋聰明智慧，讓我哋能夠睇到世人所睇唔到嘅嘢，或世人想掩蓋唔想讓我哋睇到嘅真相。但係上帝就會不斷嘅透過聖經向我哋嚟到揭示佢自己，要我哋真正嘅認識到佢，享受與上帝親密嘅關係。所以如果我哋若想認識佢，我哋若想真正嘅經歷佢，
我哋就需要從聖經不斷嘅默想上帝嘅同在，感受上帝嘅愛，享受佢嘅親密。我哋應當相信上帝嘅美與善，相信上帝嘅一切都係為咗我哋嘅益處，並相信佢話語而應許嘅確實，從而揾到上帝要我哋行走嘅道路。你唔係努力嘅去睇見，而係當你願意被聖靈充滿，降服於聖靈嘅時候，你就能夠睇見一切屬靈嘅戰爭，你就能夠睇見神嘅時機，而你更加信靠佢。讓我哋同心祈禱。愛我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因為你係個靈，我哋唔能夠用人嘅肉體、人嘅眼屬肉體嘅眼去睇見你，我哋唯有用屬靈嘅眼先至能夠睇到你。懇求你幫助我哋，你開啟我哋嘅屬靈嘅眼睛。當我哋閱讀你嘅話語嘅時候，唔係我哋苦苦嘅掙扎，但係我哋願意被聖靈充滿，我哋願意以你嘅靈嚟到睇聖經嘅時候，我哋就能夠明白真理，我哋就能夠睇見你嘅時機，幫助我哋咁祈禱，奉靠耶穌嘅名，阿門。惟願主賜福俾你，保護你。惟願主用佢面上嘅榮光照你，賜你同你一家平安。我哋下個禮拜再見。